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2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国内昨增加一个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这个病人是伫玻璃桃园病院群自感染的时阵住院，4月7日因为肺炎不幸过往。台湾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目前是11个人。国内 AZ 疫苗今日开始扩大注射的对象，中央地方防疫人员佮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拢会使先注疫苗。新增的死亡个案是案889，是本国籍60多岁的男性。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新增加一个死亡确诊个案。他是部桃的就医接触者。4月8日个案陆续出现呼吸喘、血压下降及严重心律不整。那次日经急救，仍因肺炎并败血性休克不幸病逝。这个案例889，本国籍60多岁男性有慢性病史，一家确诊入院治疗，离家解除隔离。不过因为其他疾病继续治疗，到4月7日病情恶化，急救了死亡。这予步入桃园病院互相烧化感染事件，总计2人死亡，全台总计确诊死亡人数是11人。而即阵台湾摕到2批 AZ 疫苗，会在5月底到6月15到期。指挥中心讲，疫苗有效期限有点延性，不过专家是提醒，点延有效的期限不是单方面就使做决定。虽然疫苗的本质在存放一段时间以后并没有变质，但是那个疫苗厂并没有针对这个疫苗的保存效期去做安定性试验的话，那么可能就是疫苗的效期到了就必须作废。据我所知是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厂商针对疫苗的效期做延展的动作。除了 AZ 疫苗可能产生的有肺甲副作用，即阵交生疫苗也传说有无正常的肺甲个案发生。李病院认为这类案例无法度随判断因果的关系，未来有需要观察评估。记者综合报道。AZ 疫苗对今仔开始扩大注射的对象，6都的首长嘛拢带头先注。桃园市长郑文灿伫早起8点就先去注，是6都第一个去注射的首长。伊强调讲，伊相信疫苗是安全的。打的时候没感觉，他这个5ml的一瓶可以打10个人，1个人只有0.5ml，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感觉。他打的时间很短。那这3天我们会特别注意，如果说身体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的话，也会再回到布桃。不过我想疫苗是安全的，是有效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施打。郑文灿嘛讲，今仔全国毛在县市长拢会去注射，希望台湾防疫的后半场疫苗会使推动了真顺利。伊对疫情指挥中心各病院拢真有信心哦。这代注射的对象，除了中央和地方的防疫人员，各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有61万人有资格会使先注射。台北市长郭文德伫9点半迈去台北市的联合病院注射，台中市长罗秀燕今仔迈去注。再来看台铁自强号北上126处的列车，昨暗停伫桃园中立站的时，火车的底盘才雄雄庆出白烟，台铁人员赶紧甲火拍花，加载无人着伤。也毋过有旅客讲拢无听到警报声，嘛无人有来提醒哦。是其他旅客发现才叫大家赶紧落车。台铁是回应表示讲，这是一台自强号，已经超过30吨的旧车了，未来会先甲伊换掉。哇，怎么办？台铁，会不会 delay 我的白沙屯？臭爆了，等下会不会爆炸？旅客正着急，看到桃园中立火车站庆白烟，车过万分，惊讲赶不到一年一遍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来看一下台铁的紧急应变处理什么，也没有人说请往这边走。11暗6点09分，自强号126次的到南开7堵的列车停往中立站时阵，车底突然间庆烟，台铁人赶紧拍火，也毋过规个月台已经拢全烟，还阁真臭。有旅客讲，台铁第一时间无放送，也无警铃声，是旅客互相提醒，才赶紧落车。倒数第3节车厢，然后它冒火花以后，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请他停车，他停车以后，然后我们就先拿很多的灭火器。
很多人没有继续喷，然后它还没有办法完全降温下来，没有办法完全把火势熄灭，就先让旅客都下车。代替讲，这边车底轻的列车是较巨型的 EMU 300型，这种车已经超过30吨啊，甲9个种已经列做优先拍掉换新的车。停靠在月台上的列车底部已是有发生火焰的状况，站务人员已经先用灭火器做处理。车厢内的乘客都已经安全的离开。在经断电以后，消防人员在台铁的人员指示下协助涉水降温。现场伫暗时7点11分处理好势，恢复双线行车。好加在规件代志无造成另外的伤亡。不过这边事故也影响代替10列次的火车，旅客5180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代替德鲁古号事故侦办的进度，花莲地检署长表示，罹难者的人数本底是50个人，也毋过经过 DNA 比对，应该是49个人接到。尸体证明书检察官拢处理好势啊，家属嘛一定拢甲遗体请回去。目前检调单位正在比对礼仪上顶相关人士的口径，要来找出真相。协助受伤的身体赶紧离开列车车厢，送医急救。代替太鲁国号事故发生的迄当时，救援时间真迫。花莲县警局的王竹光是头一个赶去现场救援的警员，因为迄天是清明连假，伊原本先是交通状况，接到事故消息，随赶去现场，想讲会当救一个算一个，协助受伤的乘客脱困。进入车厢内救援，能走的受伤的不能走的伤者均逐一引导辅助并且小心由车厢内将伤者带往安全处交由赶赴现场的医疗人员处理。除了减少辛苦救援，花莲地检署是这个侦办专案，因为事故发生了后，怪手停伫西湾路家所在的画面现光，显示李吉祥疑似操作怪手想要刷电动，卡伫树丛的工程车，却将工程车摔落边坡，造成灾祸。检方将依据进程证实李吉祥等人的讲法，交叉比对厘清前因后果。检方也证实经过 DNA 比对，罹难者是49人，专属协会上验尸体证明书遗体交予家属领回。为求慎重，法医师在遗骸以及组织的各部位多次详细采检 DNA 检验，比对结果已经陆续出炉，之后就通知家属，目前已经交由家属领回来处理。为了解决华东民众返乡难题，台铁局表示，新买的喇叭台 ENU 3000型下载列车6月了后陆续到位，将采用每列车12节车厢的大编组，优先导入东部干线的营运，预计整体运量将大大增加4成以上，解决华东票真歹买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东半部会落东半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是真热热，也毋过西半部日跟暝温度会增差真大，温度上悬会到34度。东半部地区会落东半雨，明仔载暗时哦会有一道锋面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佮东北部天气又佮会豆豆转较凉冷。拜三北部温度上悬只有22度到25度，中南部是未受到影响，同款拢是真热的天气。目前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低气压，有机会来发展成做风台，也毋过可能会往北边对台湾东部的外海扫过，未去影响到台湾水汽嘛未介济。气象局也提醒民众，今仔明仔载2天西半部佮金门马祖地区部分所在雾雾是真侪哦，也是云会真低，会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再来看中部水库的水位哦，佮继续喺降。即马台中、苗栗、北彰化送水5天、停水2天的措施，过来有可能只有法度送水4天哦。也毋过经济部佮讨论，目前是还未决定。地方政府嘛，望中央要有配套的措施，互民众好好过日子。店头开门，准备要做生意。即阵台中、苗栗、北彰化实施供水5天、停水2天，分区的限水。每少业者拢已经传渡水的设备来减少停水造成的困扰。不过即阵水情无较好，未来节水的做法可能会更较严。民众大部分都感觉讲，若是更较严，日常的生活会造成更加大的影响。我们店家每天都在营业的，如果停水的话，真的是造成很不方便。太久了啦！太久了。对呀。很不方便。
建设部长王美花查实讲，江水5天停水2天的计划，希望至少用个经到5月底。不过，由中部地区的水库水位继续下降，川流的水流量也大大减少。若是水情也是无度继续转好，节水的计划可能会阁再来提升。我们现在公5停2哈，其实就是在为假设梅雨来得晚或来的雨降得少哈来做准备，所以在整个希望大家能够节水的部分能够力道加强。若是大家水情如果无较好，是毋是甲节水计划加严到用水4天停水3天？因为冲击是真大，经济部议员伫咧讨论，最后也是爱看落雨的情况。台中市府是希望中央沿降加限水的做法，对民众所造成的无方便。我们还是要尊重中央啦，但是市长还是有建议中央再去考量一下，尽量降低不管是民生或产业的一些冲击。未来如果真的旱象未见好转的时候，他们还是要针对储水设备加强去做增购。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阵已经要求各级的学校、机关甲医疗院所，除了节水，嘛爱增加买设备、储水备用。不过，若是水情继续真歹，也只好配合中央的政策。礼拜东北季风减弱，水利署研判山区有午后热对流落雨机会。伫下晡1点半，伫石门、保利站文井水库东部来进行人工增雨的作业，把握任何一个落雨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科化严重，台中德基水库的水位昨只剩1300多公尺，剩4.8%最凉凉。水利署预估上济会使过经28天。再来看中国时报，中共军机常常飞来咱国的西南空域，国防部表示要来强化东沙岛的防卫，增加卡手甲武器的装备。海军嘛支援无人机哦，陆军嘛提供旁岸雷达和东沙岛来使用。最近东沙因野区新建工程嘛动工啊，拖真久的东沙岛的机场跑道扩建工程嘛伫顶个月动工，一直明年的2月底会完工。再来看《澎哥日报》，顶个月才发生火灾的阿里山哦，又搁导火了。嘉义林管处伫7日暗6点半左右接到报案。讲山区火是烧甲真猛，因为火灾地点用行的至少爱6点钟，暗时嘛真危险哦，所以林管处昨透早才出发去拍火，也毋过后来空拍机看到讲火嘛已经化了，起火的原因搁会调查。再来看苗栗通宵白沙屯妈祖到北港进香是国内宗教界一年一届的大代志。昨半暝，伫副总统赖清德佮10多万的信众的参与哦，起驾出发，展开8日7暝的行程。总统蔡英文伫进前参加镇南宫大甲妈起驾了，11暗搁到苗栗宫田宫参拜，替妈祖銮桥静求。新尊请出神龛，也为庙方的神言必应百变举行结拜仪式。副总统赖清德暗时也参加登轿仪式。今日用时以后，共车宫田上圣庙起驾登轿，进哦。白沙屯宫田宫往北港行路进行活动历史真久。去年受疫情影响，延到7月才办，也过游玩吸引5万多人报名。今年报名的人增加到78000多人，创新的纪录。庙方估计昨暗白沙屯有来10万人。銮桥伫11暗11点40分起驾，副总统赖清德加地方各界护轿。白沙屯宫田宫妈祖进香来回差不多400公里，路线拢是靠妈祖的旨意增加升级色彩。因为苗栗、台中、北彰化地区自初六开始分区供水，供5停止。宫田宫特别提醒参加的信徒，伫妈祖进香期间珍惜水资源。今年参加进香的人阁创新高，会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做好防疫，尽量简化仪式，人潮分流，使用个别的餐盒，也希望信徒爱挂水安，保持社交距离。妈祖圣驾按算拜五到北港。后礼拜日下昼2点45分回宫。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各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30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294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是增加一个病例哦，目前是1057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50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90万例，巴西超过1340万例，印度超过1330万例。伫欧洲迄边，英国超过438万例，法国嘛超过510万例咯。再来看澳洲和纽西兰19开始，两国要开始旅游起跑，这两个国家的民众到对方国家唔免隔离。过去一冬哦，因为疫情，澳洲至少有4万名的公民留伫国外，无法度登去澳洲。有3个澳洲人嘛向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指控讲，澳洲政府违反公民回国的基本人权。Appreciate the arrangement that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as come to today. We welcome them back, as indeed Kiwis will be welcoming Aussies. 莫里森这会听伫过去一年，滞留海外的澳洲人耳孔内，真正是真插耳。澳洲外交贸易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海外大约4万人登记因真想要回国，其中有5000人按照官方的标准属于作死。今年莫里森也阁向因保证，所有海外公民一定会当登记厝过耶诞节。这个因为疫情爆发滞留海外，有厝无法度登记的澳洲人，有人安尼工课无啊，有人是老本食了靠借钱过日子，有人是甚至破病需要方照顾，也是出来有人破病需要人照顾，一直向政府求援，但过拢得不到妥善的回应。公民甲有永久居留证的人着急要回国，却唔知要安怎登去。后来乌鸦青、麦特戴蒙、茱莉亚·布罗伯斯、娜塔莉·波曼、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甲一位澳洲网球公开赛一堆球星甲因的随从，却轻轻松松地当入关，伫雪地自由的享受海波酒吧甲夜店。这款的双重标准，互真侪人受气。3名属于滞留外国的澳大利亚人团体的成员，已经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请愿书，指控莫里森政府将因拒绝伫国门之外违反公民返国的基本人权。也毋过法律家、公民权专家金罗宾斯指出，对莫里森政府提出法律战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澳洲是全球少数几个无制定权利法律的民主国家之一，也就是讲，因无法度伫国内的司法体制挑战政府的返国政策。受困澳洲人行动网络甲受困澳洲人组织这两个线顶公民团体，呼吁当局建立全国协调性的返国系统。因也以台湾甲纽西兰做例，讲这两个国家有定隔离旅馆的做法，平均国际旅客入境的数量比澳洲悬出1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航空业受到疫情影响上严重，法国和荷兰做伙投资的法系航空集团，去年了的钱个债务加起来，拢总有110亿欧元。法国政府提出40亿增资案哦，最近欧盟总算同意，也毋过条件是法国航空爱让出巴黎奥利机场18个起降的时间带。受疫情影响，法国航集团甲全世界其他航空公司同款拢无旅客。2020年经营损失到欧元71亿，互2004年由法航甲荷航整并，变做欧洲第一个法国航集团拄到经营危机。法国政府开几个月时间甲欧盟谈判，最后欧盟同意40亿欧元的增资案，其中30亿是由政府贷款转做股权，另外10亿欧元是现金。Je pense que ces deux éléments, la conversion de l'avance d'actionnaire en fonds propres et la montée de l'État dans le capital d'Air France pour devenir, je le redis, le premier actionnaire d'Air France. 法国航空甲荷兰皇家航空原本分别是两个国家各自的国营航空公司，2004年合并了，法国政府持股的比例是14.3%，是上大的股东。排第二的荷兰政府以保护家己的国家利益为理由，2019年把持股的比例提悬到甲法国同款，双方伫咧抢经营权。即便法国政府搁在增资，甲持股的比例即便提悬到要到30%，引起欧盟方面的关心。要让欧盟会答应，主要是法国政府同意设置巴黎第2大的奥利机场起降时间段。原本欧盟是要求甲24个时间段让予其他航空公司，也毋过最后讲好是10倍。
对澳洲的航空业又搁传出重大政府争执案，和顺民营的业者正不满。目前是澳洲第一大瑞安航空就把几多遍批评政府这种补贴式的增资破坏市场的机能。不过欧盟甲各国政府拢一两年先做，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甲丹麦拢先后传出这种案例。不过法国政府这边提出来资金，只敢让法国航空、荷兰航空无法度对这边的增资案获利，这对经济甲政治上的效应也我观察。公司新闻市家林编辑。再来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翁婿菲利普亲王4月初9过身，17下晡要举行葬礼。目前住伫美国的哈利王子会回来送阿公，也毋过伊的太太梅根目前因为有事应该未参加。上新的消息是，哈利王子已经对美国的洛杉矶登去到英国开始隔离。英国对伦敦塔到卡迪夫城堡到爱丁堡、迪布鲁图这所在，以及海上的船只号甲蒙特卢斯号皇家海军舰艇，当地时间7中到12点，以上悬顶级的41响的礼炮，向初到过身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翁婿菲利普亲王来致敬。民众一直到温莎城堡来献花致意。卡球甲赛马这体育比赛进前举行默哀，各国领袖表达哀悼。澳洲这的大英帝国成员也落半旗来放礼炮致敬。女王的大汉后嗣威尔斯亲王查尔斯对外简短来表达感谢。My dear Papa was a very special person who, I think, above all else, would have been amazed by the reaction and the touching things that have been said about him. And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we are, my family, deeply grateful for all that. It will sustain us in this particular loss.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有定4月17下晡3点在温莎城堡的圣教伫礼拜堂举行，只有30位哀悼者会用参加。伊的后事早就已经规划好，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必须缩小规模。教士依据伊的心愿，以皇家礼葬、临时国葬方式举行。仪式举行进前，全国会默哀1分钟。结束了后，菲利普亲王会葬在圣教伫礼拜堂的地下皇家墓室。去年决定卸下王室成员的职务，如果美国的萨塞克斯公主哈利会回国来奔丧，参加阿公的葬礼。也毋过，伊有新的家后梅根，因为尊重遗属关护，避免旅行，你袂甲伊斗阵转去。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咱的友邦谢文生哦，顶礼拜火山喷发，昨又个喷发，嘛产生真侪火山灰，造成大停电。官方呼吁民众尽量唔通出门。再来看，罗西亚支持的乌克兰叛军最近发动攻击，造成乌克兰的军人1人死亡，1人受伤。也毋过，罗西亚的政府是强调讲，目前未甲乌克兰发生战争。再来看由美国和加拿大创办的国际安全论坛，传出去年本地的办将来俄勒蔡英文总统对抗疫情的表现，也毋过因为加拿大烦恼中国的报复，煞来阻止。咱再来看今年的8月份要举办公投，目前应该有包括海草大、反对内地进口，佮有公投白大选等4项主题。昨总统蔡英文跟民进党团开会讨论，决定无要提出针对公投案的对案哦。总统强调讲，即阵上重要的代志是赶紧来推动代替的改革。礼拜早起，真侪台乌色轿车开入总统府官舍，行政院长苏贞昌、副总统赖清德甲立法院民进党团高层早起就集合在总统府官舍。正是因应8月4项公投对战即要成案，总统蔡英文邀请府院党高层、县市首长会商因应的策略，结果是达成行政院甲立法院党团拢未提出对案的共识。那大家都认为，基于执政的责任，必须要把这个资讯完整、公开的，那么摊在阳光下，那才能够达成公民社会这个理性讨论的效果。今天的这个结论是没有要提对案。8月28就要公投，即阵有4项公投达到联署的标准，即要成案。环保团体发起的镇内海草大公投，国民党发起的反内地公投加公投白大选，要重新启动核四公投。尽管行政院已经明确表示无要提出对案，不过有民进党立委烦恼，冷处理难以反制国民党党员。对于基层动员会比较辛苦，
我也建议党部要提供更简单易懂的澄清档案，方便我们在地方解释清楚。店内海草大公投带头的人，潘中正欢喜看到府院无提出对案，不过希望有机会甲蔡英文所真想者有权力的人面对面沟通，甲举办有法律效力的听证会。他们不提对案的话，就可以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吧。要继续对话的呢，其实是总统府方的总统，他们是有权利决定这个方案的人。那这样的见面才有意义了。恭请总统接匾，善缘必应。下晡总统蔡英文出席白沙屯妈祖征求仪式，无回应公投议题，只是呼吁面临欠水的时期，团结共度难关。总统府发言人张春涵是表示，总统指示民进党正做执政党必须负责任，用全力向社会各界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便铁路第2阶段的路线会经过美术馆的附近哦，民众拢烦恼讲哦，可能会去插真侪树仔，之前就要求讲先停工，这个月初7，环境差异评估嘛已经通过，让民众又搁出面定情，市政府是表示哦，会搁甲民众继续沟通。现在第一剪已经剪下去了。唔甘树啊，风树扑头共款，镇江居民真受起铁光头抗议，想去美术馆规摆绿树抓字的羽毛，可能因为天气经过，全拢变样啊，甘苦甲流落目屎。只移60棵树，我跟你讲，我不相信，每个地基都要1.1米，你才可以支撑这个轨道，我就不相信。这些树根是听着你生长的，只往下长，不往旁边串根的。高雄轻铁2阶段美术馆大选路段，这个月初7宽插通过，规划轻铁无过占用街路，你是往北刷到美术馆边仔人行道。这款的规划有望互未少民众不满，积极会互沿线300多层的路树恐惊防破坏。你只要把轻轨北移进来，你在北移进来10公尺、20公尺都好。我们只希望能够保留这些那么漂亮的绿荫人行道。我们的计划所追求的都是我们所谓的公共的利益，这个公共的利益绝对不是只有少数人来做决定。罔顾民意。拜二下昼，几10几居民出面定情，要求轻铁搁把刷20公尺到美术馆停车场。也不过市府表示，按照民众的要求，恐惊有131丛树仔会刷走，也可能影响当地火警国家附近红头苍蝇的栖息地，对生态造成伤害。其实移到里面去，整个树木的数量也好，或者是对于栖地或者对于一些生态的影响会更大，冲击会更大。高雄市府回应，轻铁2阶段自107年到109年办过至少44摆公听说明会，也是会勘，也做过民调。市府认为当地民意接受轻铁的人占比是65%，比例相当悬。也不过对反对民众的声音，市府也是会拍拼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新化一寡菜市的车路，拢有真侪乌多摆哦乌白停车。去年市政府甲相关的单位协调了后，就决定讲规期开放会当来停车，也毋过有民众就去向监察院来检举。市政府对这个月开始又搁表示讲袂当暂时停车哦，嘛表示讲乌白停会开发红单。今日临近台南新化菜市仔的10米道路顶面，马路的中央是停了几排违停的机车，民众来市场买菜，停车嘛是真习惯。较方便啊，咱要买菜较方便啊，我感觉啦，这种风停较好啊。这条马路是临近菜市仔，民众违规长久占用，检举案件是不断。但是去年8月经过台南市府甲在地协调了后，就地下发，有民众是不满检举到监察院，为此监察院是函文市府要求改善。但是交通局评估了后，2月份是发文予区公所撤除暂停区的公告，4月1号是开始处理。不对的事情哦，就是要改正啊！不要说用在地文化4个字，就来包装这个违规停车的陋习。但是当地民众是认为，无宣导期，附近公有的停车场嘛不足，对于规定一变再变，相当的不安。但是你讲车无要互停车，但是阮这停车嘛算临时的尔嘛，会知啊6点至头中到12点啊，一个临时停车的所在，那毋是讲完全全部啊。也会造成很多不便啦。係啦。今日狀況是警察未來管對。對，已經是無法度啊，已經無停車位啊。公告還是有一些不是太妥適周延的地方。後續呢，那交通局會再跟區公所來研擬一個比較妥適的做法。
区公所是强调，目前都恢复道路使用，而交通局是呼吁民众爱加利用公有的停车场，未来嘛会盘点公司地活化停车的空间，解决当地停车不足的问题。记者郑宏达报道。来看昨晚嘉义梅山乡有一个进香团，准备要入去庙里参拜的时阵，有香客煞去互炮仔弹着伤，佮伤甲真严重，有性命的危险哦。当地消防局表示，会来调查庙方申请放炮仔的状况，佮有数量的管制，看敢有违法。涂骹拢是炮仔进香团到的时阵，炮就开始点，嘛，互这名56岁的男性，才为头前行无几步，就互火攻甲炮仔包围，最后是去用烧着。一名伤者全身约为25%的3度烧伤梅山9药立即以湿纱布覆盖其伤口将患者送往大林慈济医院接受救治。消防队随甲人送去病院，但男子全身有45%，2到3度的烧烫伤，有性命的危险。10号暗时，家属嘛赶紧改转院。要入庙嘛，入庙因拢会放炮因都传炮传特别济啦，炮声好。我毋捌听过遐大声的，应该伫放的庙方表示，男子要入庙进前，就真侪炮仔已经放起来，规件事故警方正咧调查。但当地消防局表示，放炮仔有一定的管制量，一般的炮仔烟火火药量袂当超过10公斤，若超过嘛爱事先申请，而且请消防局到现场来戒备。放炮仔行为人是毋是有事先申请，因嘛正咧调查。记者王柳婷、林昭宽嘉义报道。海巡署4月初9伫中华洋仔厝的排水沟发现一只猪的尸体哦。因为之前4月初新北市的海岸传出有死猪验到非洲猪这个病毒，所以大家拢真紧张哦。也毋过加在中华这只死猪验无非洲猪这个病毒。海巡人员初到透早6点，伫中华洋仔厝大排出水口北边咧巡逻的时阵，伫宝华边发现一只死猪。海巡人员赶紧伫现场尤其封锁线，也已停事，随通知中华县动物防疫所人员到场处理。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依防检疫标准作业程序，请现场人员穿着防护衣，并拉起封锁线管制人员进出。彰化动物防疫所人员至现场后表示，为避免因移动猪尸导致病毒传播，现场采样后立即焚毁与消毒。中华县动物防疫所人员到场了后，先进行死亡猪的测量记录，搁现场进行采样送检。为了避免猪刷叮当造成无必要的传染风险，现场也将死亡的猪烧掉，搁将环境彻底消毒。可能不能再倒油，可能会放木头下去，因为你倒油的话，它就很危险。这个月初时，海巡人员伫新北海岸发现死亡的猪非洲猪瘟的检验呈现阳性，是台湾第一例。这互中华县动防所人员毋敢大意，紧急发现初9采取的检体初10检验结果出来，好佳就是呈现阴性，互大家放松落来。记者综合报道。高端疫苗生物公司宣布讲，因肠仔病毒71型的疫苗第3期临床的试验已经完成，效果嘛真好，希望明年就使上市，2个月以上的婴仔就会使做。试验的结果嘛显示讲，保护率有超过97%哦。台湾的市场需要一年大约是100万剂。高端的肠病毒71型预防性3期临床试验顺利完成，伫台湾甲华南完成3061人受试。出世满2个月幼婴仔就会当做，也无2岁囡仔做2剂基础检了，第12个月搁再做1档，2岁到6岁是爱做2档，中学人2个月。临床试验的数据讲，做2档预防性1个月到6个月了，保护率拢超过97%。现已完成所有受试者施打后1年的追踪分析，施打1年后，疫苗组受试者综合抗体效价大于等于1:32，比率为97.9%。业者讲，临床试验正顺利，过程中无严重的副作用。只敢若一寡受试者有住的所在红肿，或者是小可发烧，一寡定定看到的预防性副作用。数据出来了，保护力符合国内加速核准机制要求，公司会赶紧完成临床试验报告，向卫福部食药署申请新药查核登记上市许可，初期可能性投入自费的市场。肠病毒最主要是针对6岁以下的小朋友嘛，那各位知道我们台湾的小朋友越来越少我们预估呢，这个就台湾来讲，大概
整个台湾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大概在100万剂上下哈啊，包括打2针跟3针。业者讲，肠病毒71型重症主要发生伫咧6岁以下囡仔。伫即马亚洲已经上市的肠病毒预防车，即间由中国制造的。高端认为，因的肠病毒71型预防车上市了，会比中国的预防车更较有竞争力。主力国际市场主要是东南亚，估计一年会当生产300万到500万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丰原的猪场一向是真大机，个水哦，也毋过受到疫情影响，餐厅的订单是减少真侪，所以有袂少农民就归去无要种咯。也毋过有一位少年的农民，伊坚持继续种，嘛真用心管理，品质是真好，所以买的人嘛袂少。做伙来看卖。手压猪头伫田里无用采收。拄办出来，丰原猪场是又个青又个脆，真侪消费者拢真介意。旧年虽然无做风台，毋过煞因为可花欠水，照顾起来是更加无简单。就要入定金，才通好这的葱啊是洗了大个水。因为雨水太少，所以用灌溉太湿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它的那个根系腐败，葱苗一直死掉。那今年来讲的话，就是要把水分控制得好，然后又不要让它过于干燥，然后长不大。那整体来讲，今年的葱的品质应该是比往年来讲还不错，因为少了台风来侵袭，所以损害没有那么多。受到疫情影响，家的餐厅拢减少订单，互袂少农民放弃种植。不过丰原农会也是继续甲农改场合作，想办法延长葱仔的保存期，拓展餐厅的销路，鼓励农民继续种葱仔。很多餐厅就是关门，所以变成葱的订单变成减少，供给变多，需求变少，然后整个价格就有可能会被压下来，变更低。那整个长期来看，抓起来有时候会不符合成本。那不符合成本，就是很多农民就会想说，就放弃种植大葱这一块。有很多稳定的餐厅还是持续在配合合作中。猪场比一般的葱仔较大支，食甫人认做是酸仔，其实伊是为日本传入来品种，甜度也较悬。伫丰原农会面册顶悬也常常分享相关的食谱，互民众轻轻松松就会当煮一道好食的葱仔料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北门，即马有一种创新的料理，甲蚵仔壳烘过，佮磨粉哦，甲卵放落去翕，是真特别的在地料理。咱做伙来看卖。每一摆到采收蚵仔的时期，台南的北门就有一堆蚵仔壳。为了让一寡蚵仔壳有新的用途，就有老师来制作，用蚵仔壳翕出来的卵。煅烧可可其实是以前在50年代以前的一个产业啦，他们做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可能要长达10几个小时一直工作，甚至1、2天，但是没有时间下来吃饭，那他们会为了说要果腹，要有填饱肚子，在科灰在处理的当中会产生热量，产生热量的话，用这个热，然后把鸡蛋跟番薯，把它焖熟。老师用科学的原理解说讲，甲蚵仔壳磨较幼的，佮加水就豆豆啊升温，到一定的温度，甲卵放入去，10分钟了后，好食的卵就出来啊。可可它本身就是碳酸钙，那碳酸钙它经过900度以上的煅烧，它会变成氧化钙，产生氧化钙以后，加水让它变成熟石灰，才可以来使用。这种特别的食法，食做北门的特色创意料理，嘛互蚵仔壳有新的利用方式。后摆若到北门时，会使来试这款特殊的食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戏院已经有100年的历史，重新整修好势了后，有甲古早影城的气氛保留落来，无现代事件的服务。咱来看第3代的头家回乡了后，是安怎来改造老戏院？看工作人员搬全新的音响入来装，南投戏院今年就满100档，头家赶伫咧过年前重新整修，外表保持古早味，内底变数煞通看到生行的电影角色，换尾部也变做摩登的咖啡厅。是希望复古，但又不要失去大家期待说那种都会影城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做素材上面的选择，我们会去带到一些老的元素，比如说旧窗，然后老砖，这些是复古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会去把戏院的元素跟现场做结合，比如我们把以前的那个胶卷框做成吊灯。100年历史的南投戏院，伫日本时代叫做月舞台，是几位地方人士合资起造，原底是歌舞厅，后来开始放电影。有日地动了后，南投的人口流失，后来佫拄到网络数位化的挑战，戏院愈来愈歹看，本来佫要卖掉。不过第三代的头家蔡继峰回乡继续经，想办法创新。即马伊佫用心整修，打造佫较舒适的环境。很喜欢来这边吼，坐在这边吼，看到老戏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比现在很多在都市的戏院没有办法把它展现出来说一些戏院的一些风格啦。南投戏院行过8冬，经过一届的整修，新旧元素的结合，唔那看电影的体验会使提升，嘛互民众来遮那看电影，那感受到南投市老戏院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去年找12位作者来创作人权的红仔册，最近嘛来展现成果哦。人权馆是表示会量早把这个作品出版。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去年评选12组创作者，创作以人权做主题的教育绘本。经过4个月，11天举办发表会，展现初步的成果。人权这么严肃的一个主题。老实讲，对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绝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亲像这本《伊斯兰版读伊斯古萨古萨教学日志》，是一本全部用布农族语来创作的绘本，透过一位原住民阿嬷的故事，讨论过去母语受到剥削的议题。我看到一个80岁的阿嬷，她用手写的笔记记录，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讲她怎么去教她的孙子，然后去学族语这一块。那其实我们当时虽然说是以布农语为主，但是其实我们很想要去推的是，其实有关台湾的母语，所以它不管是原住民语、闽南或是客语。馆长陈俊宏讲，经过评审，前3名的绘本会找相关单位来讨论出版，其他的绘本也会伫协助修改了后，尽力来拼出版。希望这的人权绘本会使参社会大众见面。记者郭碧坤、林玉凯台北报道。为了推广科学教育，嘉义大学连续7档配合嘉义县政府办的全民科学月活动哦，这届有17个乡镇55间学校参加，有超过一半拢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唔那学生啊，感觉真新鲜哦，时代嘛算甲真欢喜。社区的时代做关注，各中学生挑战各种关卡。嘉义县为要推广全民科学教育，邀请嘉义大学、永庆高中等单位设计各种科学常识的弄关游戏，让学生甲社区时代哪算哪学。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这些阿公阿妈其实是非常的热情的，然后在那边去教他们做的时候啊，然后所以他们就很认真，然后每个都很想把它学好，然后因为他们也都是在地人，那对于在地的子弟应该有一定的热忱。嘉义县所在看，为阿里山到东石海边，真侪学校的资源有限，县政府透过大学的资源来推广科学教育。14乡镇55间学校轮流举办，提供偏乡的学生、老师甲社区时代做伙学。这活动给这老人来第一拿很好，因为让他们回归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的、没有看过的、没有玩过的，让他们回忆一下，就是回忆童年。这些老师学习完以后，再回到各个国中小，那所有的耗材、闯关的这些耗材，全部嘉义大学提供，所以这些国中小的老师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学校去推广这个科学的科普的教育活动。嘉义县全民科学月科学教育活动已经举办第7档，55间参加的学校嘛安排时间家己来举办。主办单位表示，第1场以各中甲社区时代合作方式，让科学教育各增加社区参与，嘛创造亲子共学的合适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台语表演艺术拍拼18档的阮剧团，4月中要巡回演出10场7出戏，这出舞台剧长有5点钟哦，因已经准备2档咯，要来讲出清朝尾民国拄啊开始迄段时间台湾的故事。
惊人的刑事案件、过去的历史事件，阮剧团改编5大奇案的新作品《十殿》。第一部奈何桥一开始就有震动的气氛，甲宗教鬼神的元素。因为5大奇案内底几乎拢是你讲凶杀，也是迄个时阵社会面对不公不义的一寡表现。所以其实伫阮即道的设定内底，既然叫做十殿，当然有咱对于善恶的一些批判的一些思考。十殿这出戏分做奈何桥甲轮回道2个部分。2部分拢是2点半钟。阮剧团表示，过去因改编的经典作品拢是国外的故事，即摆想要伫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用台语来讲台湾故事。阮是把这个改变的轴心转回到咱在地台湾，而且阮即道要挑战的题目是5大奇案包括周行过台湾那刀记加为清末民初开始传颂100多年的这经典的故事。刚刚他们开头念的那一些事件堆叠的感觉，跟就是《华都跌记》的最后不是有列出很多的歌曲的名单，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就是会让我自己脑海里面有很多五味杂陈的感觉。第2届国家表演艺术中心3馆强制作品，就是阮剧团开2档时间筹备的十殿。嘉义县政府表示，家己制作好剧本要伫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来演出，为着要互因会当有好的表现，特别提供场所互因来排练，嘛安排初8、初9这2暝，互家己在地民众手头前看这出好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来看绿色啊，一间对沙皇时代开始经营的杂货店，经过战争、旧苏联解体了后的经济斗争，最后却因为疫情造成游客减少真侪，生意是真歹。目前，这间超过100档历史的杂货店嘛已经关门了。厝顶是古早味的装饰，下角是现代超市冷藏图画，真侪消费者摕手机对厝顶翕相。这间耶利谢耶夫斯基商店，伫咧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顶，离克里姆林宫即间几落百公尺，是当地真有名的古典宫廷超市。不过，即马因为疫情要收起来。И мы всегда ходили в этот магазин, в этот красивый. Не только здесь был всегд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товар, отличного, лучшего качества. 这间杂货店是起伫咧18世纪，是迄当阵的好野人格雷格里用新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起起来。1901年开始营业，卖一寡欧洲的葡萄酒、奶酪，甲俄罗斯罕见的水果，真受贵族的欢迎，互人叫做贵族超市。Ну да, прям как будто такой не магазин, а целый музей. 伫旧苏联时代，这间店也互人改名叫做1号杂货店。虽然迄当阵物资真欠，这间店依然有卖真罕见的进口食品。虽然经过战争甲旧苏联解体了的经济斗争，这间店即马所因为疫情的关系，游客减少，收入降低，再加上有产权甲商业上的法律问题，也个民众即马拢去大型的连锁超市买，实在做袂落去。Открытый доступ. 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 и мне очень важно сохранить для себя эти интерьеры, эту память об этом здании, об этом. 当地媒体报道讲，俄罗斯政府打算要继续保留这间杂货店，才甲有兴趣接的业者伫咧协商。若摕到建筑的使用权，就义务爱保护店内历史特色。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咱来看爱尔兰的南部外海常常出现海洋去弄着船的事件嘛，常常发生。科学家最近就做出一种智慧的浮标，会使来监控海洋的叫声，再用 App 来警告船只经过，爱减慢速度。咱做回来看卖。伫爱尔兰南部科克郡的外海，有真侪海洋伫咧遮活动。不过，这也是一条真侪船经过航道，就常常发生海洋甲船相撞的意外。即马科学家开发出一套监测系统，就是这座智慧浮标，放伫咧科克郡沿海9公里的所在，内面有智慧型水中听音器，会当甲海洋哺乳动物的声音录起来，再佮甲这款声音的资料摕来训练机器还是模组，可以分辨无共动物的声音，创造这套即时监测系统。So what we hope to do is to integrate our acoustics detections and the real-time information coming through into the app, and then that can pop up and it can notify mariners that there is a potential whale in the area. 另外来看澳洲，一种叫做松果丝的细卡蛇，拍伫咧遐拍日头。
伫遮常常看到野生动物出现，不过这种松果丝伫咧国际乌市的交易利润正悬。为了要防止走私，科学家就设计做一种电子片仔的设备，将气味做成视觉化，并且分类，会当伫机场或者是邮件内面侦测出即寡拍中率的气味。Our focus is odor detection, and this is because no matter how you're bound, what container you're in, you're still producing and releasing odors, and we're kind of building off of wildlife detection dogs. 布朗用1年的时间收集全欧洲各种的松果丝的样本，伫基本的测试了，甲因放伫咧糖烘箱内面20分钟，收集因的气味，再拿去实验室分析。希望用这种电子片啊，扫描邮件甲行李，会当有效打击非法走私四脚蛇买卖，而且侦测的范围无限定外体，被台视当作药材或者是标本装饰品共款掠会到。以后也希望会当应用伫咧无共野生动物的走私。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看欧洲太空总署的过百年计划，伫观测地球的海洋、土壤、气候等环境变化有正重要的角色。对科学家来讲要对每一天这么多影像资料来找出特定地点的环境变化，其实是无啥可能。所以必须要靠超级电脑配合人工智慧来斗相共。咱做回来了解。由欧洲太空总署 ESA 主导的过百年计划，是以号名做哨兵的迄个卫星，为地球轨道观测地球的土地海洋事务覆盖，甲大气层等各种变化。自2014年升空的哨兵 1A 到去年11月的哨兵6A， 目前已经有10粒卫星伫地球轨道运转。不过，逐工大量的资料要解读，一定要动用人工智慧 AI。研究人员指出，超级电脑会当快速处理影像的关键，伫运算能力高强的多项处理器 GPU， 较早期的个人也是笔记型电脑，拢以中央处理器 CPU 掌管所有的运算功能，包括多项处理在内，造成 CPU 负担重。一旦影像解析度变悬，处理过程就无法度顺利，所以目前的电脑拢将多项处理工作独立出来，由专门的 GPU 负责。真侪伫电脑播放的高解析度影片，也是电玩游戏，画面会当遮顺畅，都是 GPU 的功劳。一般的个人电脑 GPU 上侪数百个到数千个核心，用来处理卫星影像的超级电脑，核心超过20万个，是个人电脑的100较侪到200倍，运算能力自然是大进步。We're looking to start applying AI to automate that analysis and start taking it forward to be able to look at every single image with a really fine detail versus what we've done before, where we've taken a look at a very small area. We can take that to a global level if we'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超级电脑的全名是地球观测用巨量多项处理集群，英文缩写读起来像马超这个人名。美联社报道指出，马超毋但伫卫星影像处理的领域建功，过去1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也靠运算能力超过 CPU 的多项处理器，协助医疗单位进行病毒甲防疫的研究。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今仔各地拢是好天，真热热的天气哦，温度上悬会到34度。明仔暗时会有一道锋面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佮东北部会佮豆豆啊转较凉冷哦。咱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